自2026年6月14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应允实现未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纪上卷第8章54到66节。所罗门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，举双手向天，对上主祈祷恳求煞，就起来。伊徛地，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，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又照应允赐太平予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恩典的话，无一句无实现。愿上主，咱的上帝，甲咱同在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。互咱的心归向伊，遵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所互咱列祖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。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这的话，每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，搁照逐日的需要，帮赞伊的仆人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互地上万民知，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。所以，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纯全的心，遵趁伊的规例，守伊的诫命，甲今仔日共款。王甲以色列人民做伙伫上主面前献祭。所罗门向上主献平安祭，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。安尼，王甲以色列人民为着上主的殿举行奉献礼。迄日，王因为圣殿头前的铜坛伤细，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殿中央的所在分别做成，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守节7日，搁7日共14日。以色列人民对哈马隘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，诚做盛况的大会。做期煞过日，王甲人民解散，互因倒去因兜，因就甲王祝福。人民因为上主对伊的仆人大卫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赏赐一切的恩惠，心内欢喜快乐。应允实现未？所罗门大声祈求上主赐福予伊的子民，也呼吁人民注意上主已经实现应允。众人听甲肯定、欢喜、雀跃。盛大的礼拜和祭礼见证圣殿的宏伟，也互周围国家见识以色列王国的强盛。但是应允敢真正实现咯？若对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这不过是短暂的庆火一现。大卫的王朝并无延续落去，不过事实本身也显出人性的盲点。发生好代志的时，通常被看作应允实现，因而发出赞叹、大声呵乐。但是事事顺利，敢真正是上主的赐福是无？或者有可能是魔鬼的试探？随上所罗门得到权力了后，规人就尾仔跳起来，最后甚至离开上主。咱若小可注意列王纪上卷第8章的叙述，甲镜头停留点数量和房贷顶面，所罗门通轻易将伊诠释做上主的祝福甲认可，借伊影响以色列会众，因为权力总是通靠着操纵媒体，进而垄断公众想象的空间。
受权力管理，也是赞助的宗教场所，变成做社会媒体的中心，往往只传播高尚的声。换句话讲，素文的献典礼，就亲像一场炫耀车花的表演和大外宣，看亲像赞叹上主的大能，实则沦为形容人的成就，以数量极济的牛羊做祭物，展现王的敬虔，毋是凡人所及。奉献圣殿的戏码是提起神圣的道区砖塔对权力的渴望，照这也宣称王朝获得不朽的承诺，冲铁虚夸的口号。经文本身，互咱辨识世界的处境。这套剧本悠然不时会出现伫咱的周围。到伫今仔日，专制独裁国家悠然操纵媒体，影响群众，负面新闻全部被隐蔽。当媒体议题看袂见事实全貌，只报喜无报忧，在宣传政绩，或者是简单报某一种特定立场的消息，迄中间却只有拆理的信息和指责敌对者的声音，咱就要有所警觉。当人的双眼受蒙蔽，只会靠偏见做判断。当咱所踮的环境存在着矛盾，咱经常受仰视错误的信息，阁无去纠正，无了解，也毋愿探讨脉络，就会轻易相信白贼。咱对基督徒注意着反复受提及的上帝同在，有一寡人接续用煽动的话术鼓吹讲，有上主的同在，所有的问题拢会迎刃解决。靠着信心就会当克服万难的思维，但是这甲政客宣称家己获得生命托梦显灵有甚物无共？上主的应允从来无踮心高气傲的人身上，是踮伫忠实守约的人身上。咱需要详细推敲应允所蕴含的力量，并照着信心传讲应允，互人认捌上主。但是若宣称应允是祈祷的结果，拢不该是用来互人噤声、勒索别人，也是洗脑家己的手段。默想，应允对我而言象征甚物意义？是具体的展现，还是心灵的安慰？对我的生命有甚物帮助？应允对我而言象征甚物意义？是具体的展现，还是心灵的安慰？对我的性命有甚物帮助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求你牵引我，充满我的心灵，互我会当思想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应允。主啊，我期待你的同在，祈求你赐予我力量，跟对你的脚步，准备心接受你的差遣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